喂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峰，人哋都叫我肥峰嘅。咁今日咧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大埔某個魚排租嘅4匹仔有啲注意事項啦，同埋尾機嘅介紹啦，同埋操作成網內嘅安全嘅分享咁樣。首先呢，呢條好多人都會叫做士他繩啦，又或者叫手繩啦。咁呢個就有大約咁長嘅長度嘅。呢個呢，就係嗰個方向轉向嘅控制桿，可以左右移動啦，或者上下咁樣嘅呢個把手。而呢度呢，可以鏡頭埋嚟呢度少少，有隻龜同埋有隻兔仔。其實呢個嘢呢，可以向左擰同向右擰，係控制個油門嘅大細，等於控制隻船嘅速度，無論前同後嘅時候。咁跟住呢一個呢，就係前波、off 波、後波。咁着機注意一定要喺個 off 波嘅位置嘅，呢個係叫空托拉出同埋撳落去，有啲咩作用？轉頭又再介紹啊！咁呢個就係嗰個關機個掣啦，緊急掣啦，即係要停部機嘅時候呢，就係呢個掣啦。而喺最後呢一個呢，就係上油泵，喺咩時候要用呢？就係當你冇晒油，難着機，就泵佢幾下，令到啲油上到副尾機嗰度。好啦，跟住講下尾機嘅操作，着機嘅步驟。首先有一條緊急匙咧，要晾住呢一個位置啦，攝住咗嘅條匙係咁樣攝住嘅。然後呢，就留意究竟呢個油門究竟係咪喺烏龜嗰邊啦，即係話唔應該俾過大嘅油佢，俾少少，然後要check一check究竟你係咪喺個 off 波嘅狀態睇下，咁係前波 off 波後波，確保佢喺呢度，如果唔係就會掃波牙，就冧車頭。移正副車頭，留意四周，然後拉呢個手繩。聽俾少少油佢溫一陣部機先。呢個就係緊急掣嘅作用。正路喺開船之前呢，就最好check一check部機呢，着佢2次，睇下暢唔暢順，有冇咩特別嘅問題出現。我哋再重複一次嗰個步驟，去返 off 波，少少嘅油，然之後拉手繩。好啦，當鎖望下前望下後，望左望右，好安全呢，就可以拍去前波，俾少少油。而家喺呢個狀態呢，隻船係會直去嘅。而喺同一時間，俾住握住呢個油呢，我哋拱向左手邊呢個位置呢，持續俾油呢，隻船係會轉去右手邊嘅。而拉向我身邊呢，持續俾油呢，隻船係會轉去左手邊。咁當去到差唔多你想要嘅位置嘅時候呢，就收慢，慢慢收慢，慢慢收慢。差唔多去到你理想嘅位置呢，就撳呢個掣。咁基本上呢個就會停咗副尾機。咁啊，盡量留意唔好離岸邊太近。基本我自己個人認為15米係一個比較合適嘅距離，而比較安全，因為嗰一笪地方唔係你地頭啦，你都唔肯定下低有冇任何嘅礁石喺度嚇。咁一路釣嘅時候，睇下大家究竟係拋錨釣定係所謂後機釣啦，即係着住尾機去釣。如果拋錨或者你熄咗副尾機由佢飄嚟釣咧，就要2位朋友都要好留意究竟你哋離岸邊個距離有幾遠，因為載埋嘅時候，因為個尾機同個水深嘅關係，會有啲礁石呢，你係冇辦法着到副尾機。我哋所謂就擱淺啦。跟住最後呢，就希望大家一定要記得一樣嘢，都叫做一個呼籲啊！大家救生衣喺開船之前，希望大家都着上身，因為安全真係好重要。若然遇到機器上船嘅機器有啲咩問題，盡快通知魚排嘅船主，等佢快啲出嚟去支援你。如果遇到其他好嚴重嘅事故，
必須立即打999報警求助，因為其實水警嗰隻船離城網鎮唔會太遠嘅啫，因為我哋大家都其實喺返沙門以及船灣海呢度附近，有啲咩嚴重嘅事故記得報警，希望大家注意安全，長釣長有。